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2月10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关键时刻灵命更新。我们要来读尼希米记第8章1到18节，请我们弟兄姐妹要自己看这一段的经文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我一心要寻求你，求你使我不背弃你的诫命。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诗篇119篇第10到11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12月1号一直到25号，记得在周间每天晚上8点有圣诞欢乐颂的活动哦，预备了许许多多的开箱礼物等着你。牧师也在每一天不断提醒我们进入到待降节，上帝预备了他独特的礼物，还有他的话语，要等着你来领受他属天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你已经接受了他成为你生命最棒的礼物了吗？或者是你还在考虑？愿上帝的圣灵来感动你，能够用信心来预备这份从上帝来的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，是什么力量来带动了以色列百姓的属灵复兴呢？在水门举行的这一场奋兴培灵大会，透过以斯拉他宣讲上帝的话语，百姓都被上帝的话感动扎心，以悔改还有跟上帝重新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行动，来回应他们所听的真理。我们一直看尼希米记，从之前的以斯拉还有尼希米记，我们所读的这些的内容各章相连，依次记录了尼希米带着重建耶路撒冷的使命和意向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不畏仇敌，排除万难，最终在52天之内带领以色列人重建了坍塌已久的城墙。透过他高尚的品格，虽然做省长他不领薪俸，他以身作则，并且整顿了回归百姓中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。最后，之前我们谈到他进行都市更新的计划，从美食人中来自谦选出一个人来移居耶路撒冷。尼希米知道城墙，他深知这个城墙重建是很重要，但是是外在物质的建设，但其实真正重要的就是重新建造回归百姓，他们以独一真神耶和华为他们的信仰，并且要看重上帝的话，明白上帝的律法。他们听了上帝的律法之后，从以往的过犯中来悔改。所以尼希米记我们从第8章开始，记录了文士祭司以斯拉，他向百姓来宣读上帝的律法。百姓站在水门那里，他们听了明白上帝的话之后，他们有所回应哦。他们开始就怎样禁食，然后认罪悔改，就是回转哦。然后呢，他们慎重地签名与神立约。
最后我们再看尼希米记12章的后段，他们就是来以这样的一个重建城墙之后的落成典礼，来作为一个完美的结束。尼希米与以斯拉同心携手，一起来重建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生命，带动了一个在犹太人历史上相当关键性的属灵复兴。当百姓属灵的光景恢复，重新与上帝立约之后，他们重新建设家园，恢复耶路撒冷昔日的繁华光景，就重建了圣城，也成为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的中心。以斯拉他在13位领袖的陪同，在台上向百姓宣读律法。每当以斯拉称颂赞美神的时候，他们不但举手回应说阿们阿们，并且他们谦卑地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所以当以斯拉认真清楚来念出上帝的律法书的时候，百姓虚心领受，恭敬地聆听上帝的话语，并且我们看经文说，加上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帮忙他们帮忙讲解，所以众百姓听了完之后都感动地哭了起来。如果你看第8章第9节，所以从黎明一直读到中午，大约站了6个小时弟兄姐妹想想看，如果是你呢？哇，听了几十分钟的讲道，可能你就受不了了。他们大大小小都站在水门那边呢，都很注意的听。百姓因为明白上帝的话语，所以就痛悔自己的过犯，因此对上帝的话产生更大的渴慕。接下来不是那一天而已，每一天连续7天呢，他们专心听以斯拉来宣读圣经的话语。百姓从律法书的教训看见过去的失败和悖逆，所以懊悔，他们有一些的悲伤。本来为罪哭泣是适合于赎罪日，但是现在是吹角节是应当欢乐尤其是在建成完毕，在县城建建城墙的典礼更应当欢乐他们不只单单听到，并且行出上帝的真道。百姓透过以斯拉知道律法上对住棚节的要求，所以尼希米在教训百姓之后，在喜乐的同时，他也提醒说，我们不是只有感受或者是感谢上帝的救恩，我们还应该与贫穷人分享，这是应该要对所听的道要回应就好像圣经里面提醒说，我们读圣经圣经默示我们，然后后面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的，在听完信息之后，我们不是只有领受救恩而已我们要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所以当他们听完信息之后，他们就去用上帝所赐予的食物享用之后，他们去照顾那些无法预备食物的人，就使这一些人也与他们一同分享上帝的恩典和节日的快乐。这个节日本来住棚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住棚住在帐篷里面，表明上帝拯救与他们同在，他们离开罪，他们有上帝的同在，而且呢，就是也有另外就是收割庆祝丰收所以弟兄姐妹，他们当听了上帝的话，他们遵照这样吩咐，他们擦干了眼泪，他们欢欢喜喜的去吃喝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做上帝的儿女的
我们听完之后，上帝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应该要反省说，我们是否有这种看重上帝话语的态度，有没有渴慕每一天我们牧者借着录制迦南之声，来帮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所看的上帝的话。借着这样的收听，求圣灵来感动我们，迫切渴慕听神话语的态度是要如入切木溪水这样的一个渴慕。之后呢，每日单独会主，就是要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信仰真的不要只停留在听到头壳听个大大大，然后四肢呢3:8，就是听完道你要去行道了。上帝的话提醒我们需要在哪方面悔改，调整我们的生命态度。我们学习像这些百姓一样，能够回转悔改改变。信仰不要只停留在因信称义，还要行出上帝的美善，他的恩慈，就是我们做出来的，向世人显明上帝的恩慈，人家就看，哇，你们是不容易耶，很棒耶，原来你们是信靠耶稣的哦。这就是为基督做见证。当我们灵命更新完之后，我们一定要行出神的美善出来。我们来默想，尼希米他善用上帝的话语来建造百姓的属灵生命，带动一个关键性的属灵复兴。百姓认罪悔改，他们重新与上帝来立约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常常聆听上帝的话？有没有每一天来收听呢？有每一天固定灵修呢？并且对上帝的话有渴慕，然后有回应的行动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成为属灵生命的灵粮。求主圣灵来感动我们，每一天能够单独会主，借着读上帝的话语，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明白你的真理，每一天都能够遇见你这位以马内利的主。接着在这待降节，我们思考，我们用准备信心来迎接你的到来，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更像你。好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回转来归向你，按照你的心意来活出每一天的新生活，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成为新造的人，旧的事都要过去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有更新的思想、情感跟意志。我们每一天能够领受更丰盛的生命，来荣耀主你的圣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，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